观众朋友，感谢您再度收看我哋嘅福喜來，我係阿明頭劉浩明。喺1871年到1874年發生嘅牡丹沙事件，到現在已經差唔多150年。嗰時屏東縣政府特別委託我哋嘅張崇金教授，還有我哋嘅施國忠教授，特別委託我哋嘅牡丹沙事件，作為一本漫畫書，希望講可以用一種最簡單嘅方法。先把一段事情記錄下來，聽見講可以俾我哋下一代人可以知我哋牡丹沙事件。我哋一本書攞睇我哋4月15號時節都已經出版啦，他個人哋非常十分好。我哋今日都特別邀請到張崇金教授來到現場，同人講當初伊做乜嘅會畫一本書，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咧張崇金教授來到現場，教授你好。主持人好，還有我們電視條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教授，我想問一下因為頭先我哋已經講到我哋牡丹沙事件嘛，也是其實喺我哋台灣歷史算是個有名嘅一個事件，但是可能有我哋觀眾朋友可能唔知呢個事件嘅內容，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大約講一下我哋牡丹沙事件好？簡單來講，都講啊，牡丹沙是我哋台灣南部屏東啦，就排灣族一個沙一個族群，喺個1871年的時節，因為我哋講琉球都宮古島啦，一個事件啦，後來引起日本出兵到台灣，我哋原住民對抗的一個過程。過來後輩伊對我哋台灣後輩的影響，和世界各地的影響巨大，故所我哋地理史上都有啲個名稱，都叫做牡丹沙事件。因為佢提供其實從以前我哋講張崇金教授從喺做喺外地咧6隊客家嘅議題，一擺做嘛我一下欠到我哋原住民嘅議題點解呢？講欠埋係有樣啦，唔過啊都講啊，因為我哋本身係都做文創啦，我哋講做文創是冇分那個族群啦，當然這家是身為客家人，所以這家族群嚟做我哋故事為先啦。因為做一個牡丹沙事件的故事最主要是因為本身係我哋屏東縣政府基金會的董事啦，有參加幾多我哋地方文化的審查，有一擺都因為做個牡丹鄉應該做一個故事館，嗰時間都我都有參加一個審查計劃的委員。我都發現講我哋有故事館冇故事啊，所以我哋直接同縣政府反映講希望我哋來做一個故事，我哋牡丹沙事件很重要的故事部分有幾多文獻的內容，縣政府也有調查出來，希望我哋可以轉化做童話、漫畫係繪本一條故事來，傳承下，以幫我哋後代人看得到。嗰時嘅文化處談到一個意見，當然都非常的贊成啦。嗰個讓有一本書嘅誕生啦，因為我哋提供一本書，有啲佢特別嘅名啦，那暴風決定準暴風決定準嘛，因為算是一啲同我哋一般都看到嘅書名冇到共用，但是我相信有啲書名嘅本身同有啲內容係有關係嘅。你咪同我哋廣東朋友講，當初有咩名嘅係用我學呢？多主持人人工清理啊，可以看到一個暴風決定準其實有多3個部分，多3個族群啊。暴風都係宮古島民，因為東北季風伊要轉歸宮古島嘅時節，本東北季風吹到台灣來，將會有發生一個事件嘅，故所暴風都代表琉球，都宮古島嘅葛藤葛藤都係牡丹牡丹沙原住民的話嘅意思都葛藤啦，都葛藤啦，準都多日本人沙摩人，一般嚟思想重蹈都係沙摩人，也帶兵嚟台灣，故所一個故事都橫跨了3個族群啦，都琉球人、牡丹人、日本人。而且3個都是少數民族，故所有個名嘅都讓人翻起來嘅。講起牡丹沙事件因為其實像我哋牡丹鄉即個嘛辦過幾多擺嘅牡丹沙事件嘅一啲論壇，
或者嘛有一些咧，我哋没有谈啥时间咧一些研究啦哈。但是我哋讲其实研究过多，吼，无你讲现代嘅历史过复杂，但是按样嘅去睇一條田野調查地步，按样嘅去變成安尼一本書，一中間咧一種我哋講濃縮啦，無如講無如講變成講把有的會去起手係啊，有的會去變成一個主軸，一部分咧工作按樣去做。其實一本歷史漫畫哦，出世來哦，我哋講出世啊哦，真艱辛啊。哦，你像我哋之前有看啲天師斯卡羅未哦？啊，伊個天師撲出來嘅時間，幾多人幾多族群，我哋講啊，各方都有意見啊。我說睇一本漫畫之前咧做時間，我哋是有參考嘅縣政府嘅歷史文獻啊。不過歷史文獻是個客觀，有採取各方面嘅講法。後尾我哋為咗去審定啊，你講希望一本漫畫出來冇爭議太大啊，像畢竟伊個政府嘅出版品。嗰時候我哋都有請人嘅苗丹沙有一個高嘉欣先生同我哋做審定，個以原住民嘅立場。甚至苗丹沙後退人的立場嚟寫一本故事。故說我哋將啲一個文獻整理出來，又變做劇本。當然歷史文獻轉做劇本啊，有一個問題嘅話，黑白會太枯燥啊，會個沉悶啊，看啊，講我都冇使無聊。故說啲漫畫地位同劇本地位，變係一個小可嘅啫。讓個奇妙啦，閱讀起來讓佢有新意。不過一個轉化嘅過程其實嘛幾辛苦呢。因為對現在呢回答地位其實都多好，我都會想從我底下我問的兩個問題，伊就像譬如講用萬人的立場來寫也個故事，因為對一件事情來講話，日本人絕對有自家嘅立場嘛，有自家嘅保護，伊哋嘅鞏固到人嘅伊嘅立場，係對當初伊哋嘅政治立場。但是對於苗丹沙來講嘅話，伊當初嘛咪故意刺人啊，因為伊入到我嘅一個傳統嘅一個書嘅範圍嘛，嗰時伊嘛有一個正統嘅立場。咁對嗰時節嘅其他人來講嘅話，咁伊這個立場有乜嘅？嗰時我都聽到上網嚟講，當初寫一本書嘅時間，唔但希望講。那因為好多人講，用我哋原住民嘅立場，要係留下來聰明嘅立場嚟寫也會看一個故事。當初怎麼我選擇用一個故事，一個立場嚟講一件事情？當然有個啲立場嘅觀點嚟考慮到啦，因為我哋對頭擺多近啊，係講我哋講對每個到台灣啦、中央啦、中外啦、自古至今啦、中央啦，我哋跟人嚟講啦。所有我哋歷史的觀點，一般都以所謂的執政者跟強權的眼光來看啦。一般我哋一漫畫故事，希望用原住民的部分都第一個，我哋是喺屏東縣政府，一個故事發生喺我哋屏東縣。苗丹沙後人喊出來，用嘅幾多雖然講也冇文字記錄啦，不過用幾多口說，又傳下來，咩按談得多一個。頭擺祖先講嘅話啦，嗰時候我哋一般希望如果用原住民嘅立場，人講來看一個故事，因為本大家人無非講後往講你原住民真煩哦，全部吃人頭真煩嗰時候一般漫畫出來，本大家人哋講原住民用嚟吃人頭，一個人是有文化嘅底蘊啲嘢，有文化底蘊啊唔係講係想吃人，唔係按野蠻啊！同一般人嘅印象同改觀嚟，係咪？嗰時等於你講，希望講用一個漫畫地位開始去同人講，其實我哋嗰度以前嘅做起歷史地位，我哋對原住民嘅污名化，原住民嘅嗰種污穢過程，因為講伊哋咧出錯，伊哋咧殺人其實係為到無人員咧，為到可能為到伊啲精神啊，無論乜嘅東西都出錯，其實。當時我哋冇原住民，我哋冇資格去講一件事情，因為其實對人嚟講話，冇一啲民族去為到愛快樂，乜嘅事情去開始去做一件事，一天係有自己嘅原因。可是對歷史地方，我哋大部分都講日本人有講，清朝人有講，當我清朝人一聽我講阿基倫人有啥事情，我哋最後冇乜事情。可是對於
原住民嘅立場來講，我哋舉手對於啲原住民部落來看，伊看很樣嘅看牡丹山事件，同時牡丹山事件對於啲部落地方一啲影響，但是歸到聽一路漫畫本質的問題，我哋常常講漫畫不好看就不是漫畫了，而樣嘅一把安嚴學嘅問題。出頭都是人講解釋小考，可是一小考呢又唔可以離歷史貼嘢，好又唔可以講係插一啲冇小叮當，好跟冇同啲歷史上面完全冇關係嘅人，但是又要有一個親密本，他嘅年輕要看下，其實一部分嘛幾難。係啊，一個都要搞本專業嘅人來做啊。因為每一行哦有伊個專業嘅技術啊，莆田人也好，莆田市。畫漫畫、做通畫全部共用啦，伊專科地步嘅專門嘅領域地步嘅技術，一個探討時間佢創啦，不過簡單嚟講，如果一擺要做一本漫畫，大家現在看一個書嘅封面嗰啲，內容有人有機會書局買一本嚟看看啦，如果地步全部嘅風格走向全部都個。偏向能講學生嘅中小學，本後生人看的啦，嗰時候全部能講全部都造型全部都個 Q 版，個電影效果本土的啦，我看到個奇妙嘅，希望用一種方式來，能講重探嘅對歷史嘅嚴肅性啦，本歷史看起來麼係清硬平平到安尼。更容易接觸啦。可是對於嗰套歷史故事來講吧，其實嗰套嘢唔接觸嘅人，亦係因為講伊聽嚴肅，冇辦法去接觸到。但是佢用漫畫方法，開始慢慢地去了解我哋自家本來歷史。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翻古來復起來嘅，相當熱望我哋來自屏東大學嘅張松健教授同我哋講，有位暴風決定準一部漫畫為的成熟為的演員。我想問一下我哋嘅教授嗬，想問啊，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到講，讓我一把嚴肅嘅議題，變成個大家人可以去接受嘅一種方法去睇下伊讀入嘅歷史。咁但是問題係講，從一開始我哋講一部分由我哋咧史伯尊或者史教授來同你做腳本嘅一啲寫腳本嘛，嚇。那同時你這個係非法部分係你這個來完成。但是問題係想講嘅咯，從一部分嘅腳本同一個漫畫本身嘅內容嘅配合咯，有腳本係寫嘅，你這個要花幾多時間嚟寫腳本啊？一寫佢叫2禮拜寫好嘅。咁你這個用嘅腳本係先中間的一部分，還是講全部都用？全部，因為一個腳本係全部依照按嚟發，因為腳本會審查，審查通過嘅冇問題嘅，內容、文字、用語、用詞、歷史時間全部冇問題，咁樣做得發。漫畫按嚟進行來講冇嗌發係嚟。針對內容有問題，而改文字改簡單，改畫圖加到咩事呢？嗰時候一個條路做唔得啦。嗰時候一定要腳本通過嘅，樣做嚟畫漫畫。係一樣人睇可以上，前面嘅事情一定要先去做好嘅，準備好嘅。嗱，看你安尼腳，安尼啲廠，安尼角圖冇意見嘅，那開始嚟畫。但是問題係我而家講嘅係長圖嘅問題。譬如講，伊安尼整理出來寫得暗長，結果你畫個伊，俾按台本。能用嘅喏，嗰個也都一個專業嘅部分啦，因為每一個專業技術唔管莆田人畫漫畫全部共用啦，要專業嘅要求部分啦。第一個都講你要有經驗啦，第二講一本書要做頁數一多頁，嗰個一多頁數你要一算，第二要有幾個段落章節，就像天樣嘅一段，每一段時間一段一個內容，按樣嘅內容咯。專業技術啦，因為冇辦法講很清楚，嗰時候講一個，因為
史高叔伊佫有经验的，伊伫遐能做差不多伊200页的漫画，一本漫画已经差不多200页啦，200页的内容来讲，差不多写一度，以这家为内为主一个range吼。我都伊也个剧本，我再来伊要来分镜，我们讲下分镜、分镜啊、分镜、漫画分镜啊，分镜都分到176页，再分hết。邊後邊有一條介紹，人物設定、歷史太時間的介紹，這條加了差不多都200頁，都完成一本漫畫書。我說這個是經驗啦，還有專業的部分啦。係因為咱講可能都發現到哦，人類一開始寫劇本的時候，他們都寫了200頁的一個衝突，好，同時200頁的衝突裡邊要把伊這個上愛去講的故事的前後全部去弄進去，然後有部分結聽下的，哈，他個立場嘛 OK 的，然後他個你們因為講有部分的角色啦，嗰度對方嘛冇問題的，咱搞本，然後你這個咱開始分鏡。好，你根據以這個劇本的內容開始去分鏡頭，好，一頁頁呢分出來分到176頁，然後再加上後部的人物的設定啊、伊的說明啊，多200頁。我說其實，安尼說好了，真是唔免人愛畫圖一件事情的。當然冇咁簡單。因為真的是前後的，每個人拿來按下都做畫啊，上畫伊都也要好。你我馬個海賊王，跟伊的戰役啊，吼，可以幫到西，可都可唔係，你像我剛剛你發，佢從沒有膽殺戰爭，係咪要3本哦？因為總人講商業漫畫來講，我幫你講，伊啲槍，伊啲9萬人嘅太戰如裡，畫個會50-60萬唔係9，人都唔係9到。咁像安尼時間，恁用去分批講。那件事情，不用去讀嘢，那件事情不用讀嘢，然後某個事情不用讀嘢。第一本漫畫裡邊對劇本開始，我哋都有設定嚟講，我哋要有某個主要嘅內容，一個主要內容，本我哋講審定嘅人嚟檢查啦，多可能講陶老師也審檢查。一個可以簡單啊，你這按嚟畫，好主持人有滿多重點講，你這按嚟畫，唔係這按嚟畫。有按簡單嘛，冇按簡單啦。第二個，你用第一條版你做乜個上夫咯，拿乜個假拉貨咯，實翻實用嘅你唔知哦，莫講嚇。如果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嚟講啊，講古多人本嘅高士佛社啦，高士佛社，作家人嘅作權地位，扣一段時間嚟講啲時間嚟講，原住民該有乜個學生咯。是玩樹還有烏咯，剛啱我都畫一個烏嗬，本睇緊顏色。結果咧，高老師就講冇，嗰時間唔係按你識咯，用一個碗，用烏玩樹啊，吞水煮啊咧，都按你識。作用我有味道有個重複過，還有幾度啦，講有一個動作唔冇錯，講原住民唔係有一種乜嘅動作啦，咁嗰下班人係講咩事？燒烤啦，我講啊，比一個耶啦，都有現代講，原住民冇按幽默啦，當然係開玩笑啦，講有啲會講啊會反到我哋原住民嘅禁忌，嗰時候我哋時間都會改做內容會調整，畫面會調整，我哋包括講原住民嘅衫褲，係講當時族群做乜嘅衫，甚至我哋日本兵做乜嘅衫咯，嗰時全部會做文獻嘅考據啦，嗰時候有研究講日本兵要做拍嘅衫，因為時間電腦時間做拍嘅衫，嗰時候漫畫裡邊都對做拍嘅衫，原住民大頭目同當事人乜嘅衫人做乜嘅衫，當然唔係100%啦，因為我哋唔係做歷史考據嘅，嗰時候但係盡量我哋都還原當時嘅樣式安尼啦，盡量都恢復原始歷史嘅樣貌安尼啦。因為比起我哋咧劇本嚟講文字嘅展現嚟講嘅話，其實漫畫展現係用看的咧。可是有時間你喺文字嘅展現裡邊，我哋都看到一啲故事嘅描述，我哋唔會提供其實一定係形容嘅地方，好實用嘅東西，好實東西形容嘅做，然後當初來時嗰個鞏固到嗰種人做乜嘅衫褲，日本人做乜衫褲，但是喺漫畫時間，你都一啲都做唔係嚟啊，因為他個人都看到有畫面。迄按呢哈，伊做按呢衫褲哈，你變成講，
人家讲一句话地方，你那挖出个屋嘅时候，哦，你都做功课都可以做嘅。佢第二你讲后尾就嗰种你讲器物啦、房子的考证的东西，特别也地方要下佢睇功夫吧。当然，我能讲啊，因为看文字哦，伊冇办法形象化，每个人一面都冇形容啊。不过嗱画面出来啊，人都会去联想啊。万人做乜个衫哦，乜个皇帝做乜个衫哦。今日你看一个小说的时间，看一个是你马上会联想到。我说嗱画唔错嘅专家，你马上会看出来。专门查太多啦。清朝人做明朝的衣服，明朝的人穿清朝的衣服，当然都查几多啦不过因为漫画部分冇办法十全十美，去做考据啊，反正说话尽量啦，反映当时的历史时间的一个文化跟背景安尼啦，嘿。因为中日版我哋漫画嘅名係炮房國庭傳嘛，頭都嘛有講，其實差唔多176頁。咁一三嘅無共樣嘅主題嘅部分，睇176頁嘅我哋講分批地方，而係差唔多，還是講有到個多，有到個少。其實是差唔多啦，不過差唔多嘅每一個人我哋講太段落啦，段落一段一個段落一個段落。三嘅作品都有介紹咪人人歌唱結構咪，故事嘅結構都安尼啊。嗰個部分嚟講嚟差唔多，分嘅部分嘛差唔多安尼。不過每一個部分嚟嘅地背全部有再分一個結構，都講啊有起承轉合啦，咁樣啦。安尼故事人講嘅個完整得多。咁中日三段故事裏邊，你這個感覺到最滿意冇？你講最好嘅部分冇？其實我差唔多咧，我對啊三段故事嚟講冇講啊特別佢刻意來談啊。不過那個地背人物設計嘅就係是個刻意嘅我哋講鞏固到嘅倒帶龜啦。因為伊後背面還有了台灣擺衝牙咩，來祭祀啊，去判法通嘅時節也後推人啊因為一個人係都設計到我哋講啊是個丑角啦，咩小口啦。是咧台灣嘅舞嘅，跳那鐘啊，像竹條樣嘅，清明鼓、清水愛食，嗰條，嗰度咩小嘅，錄播嘅全部都伊啦，也係一個故事地背，我哋講靈魂人物啦，也串起一個故事來，嗰個一本故事我感覺我即個講，我啊講有個萬一啊講一個特別嘅所在我都。其他嘅部分啦。咁像一本漫畫地方嘛，頭先我哋要講到話，其實係對啲個嚴肅嘅、個嚴肅嘅啲文史調查，然後地方嘅啲歷史嘅調查以後，先有腳本嘅後也漫畫。咁從這個翻係也漫畫以後，你這個重新去看沒有段時間，因為個沒有段時間，係一點用嘅一啲時間咯，係個真是係啲真的是冇讀好，如真係行入來，如卡冇實係，然後拼入來潛事情，還是講伊真是如伊個其實係個政治帶下伊個我講伊個犧牲品。應該嚟講哦，其實歷史立場啊，我哋用跟你來講啦，歷史是偶然啊，也是必然啊。因為19世紀啊，19世紀初是一個國際地緣政治發展最興盛的一個一個世紀啊。西方列強來東方探索，東方又跟西方不同的文化的衝突啦，這是這樣的我用跟你來講，OK 啦哈。嗰時候一個體驗衝突的摩擦之下，會激起很多各個不同立場跟族群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嗰時候一個沒有等啥時間做的講是一個歷史一個引火點，也係因為一個時間本台灣。讓台灣給世界看見了。嗰時候也是提嘅，也因為沒有等啥時間，嗰時候因為後背195我哋6隊嘅抗日，就移位事件啦。因為日本人底下台灣嘅重要，還有清朝對台灣嘅重視，因為台灣建成咩，設鵝鑾鼻燈塔、上山撫番，甚至今年195以後拿下台灣以後。台灣本統治的第一件事情做乜嘅地方呢？建立威信，
因为日本人为到130年啦吼，死嘅幾多人，全部唔係本大死嘅，全部本平死啊，本咧調查到死嘅啊。我說日本人都可以從事台灣的衛生條件，嗰時嗰時間日本人都稱台灣為鬼島啊，一個名字按嚟來啦。嗰種我哋台灣嗰度歷史事件地方，我發現到講其實連他後來其實有一啲可能講歸他的脈絡可循哦。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嗰陣啥故事。翻過來，復起來。現在節目我哋屏東大學嘅張崇勤教授同我哋講有個暴風決定準有本漫畫嘅內容。我想問一下教授，因為其實我哋講教授能完成了一定嘅6對3部曲嘛，然後更加要完成也要用歷史來做背景嘅一本漫畫。做乜嘅唔知㗎？嗰種最好用歷史嘅些故事來創作也漫畫嘛？因為要研究歷史係興趣啦。韓先生對歷史故事、鬼怪神那條各有興趣。我說他嘅時間本來靠歷史呢啦，啱講係又反對啊，今日出來唔知做乜嘅啊。嗰說係都去讀天嘅興趣都學美術啦。嗰說係想啊，更加有一個機會同一個歷史同埋專長都美術部分嚟結合起來。都做漫畫故事啦，嗰陣也有1-20年嚟，都因同嘅做歷史漫畫嚟。可是像這個處理過很多歷史事件裡邊，你這個我認為講，從一度用漫畫方法來處理歷史嘅事件，有乜個特別要注意？做漫畫同朴天陽天使共用啦，因為有個天使裡邊有個我哋講靈魂嘅核心人物都導演啦，漫畫家本都導演。伊有即個本身對一個故事的詮釋，嗰時有即個觀點。當然一個觀點做得本普羅大眾接受冇，有票房冇，能不能被消費者歡迎，也當是一個問題啦。不過身為一個創作者來講，忠於自己還是最好啦。嗰時我都盡量用嚟即個看法立場，盡量唔好講特別用某個立場，包括我喺6對風雲傳嘅3部曲，我嘛唔會講全部企喺我哋客家立場，都講當事人嘅唔錯，當事主角唔錯。比如講係2部曲，林爽文事件，狀態點，我都講一本漫畫名叫做義薄雲天嘅，都有一個意思嘅話係，好多人有好多人即個對原族群、對原即個民族。對人這個神法的堅持同認識，客家人也係啦。唔過提當時節嘅你從講無強用，一定要表一個喪屍咩？嗰時因為有一種我哋講歷史嘅悲劇嘅產生啦。當然希望我哋好多人做嚟記起一個教訓，唔好重蹈覆轍啦。嗰時我哋講一個創作者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啦。從我哋譬如講，我哋看到嗰度漫畫裡邊，其實伊可能喺講一個故事裡面的感情，然後只是從點時間，也可以大肆的渲染。但是對於一啲以歷史嘅角度來做嘅漫畫裡邊，其實伊愛該嚴格地去處理，立場嘅問題，同時你用去講一個故事，每個人嘅角度嘅問題，都變成講雖然講也係一個創作，但是歷史唔可以比唔可以被掩蓋，或者是說唔可以被修改的部分，還是冇辦法去修改嘛。可是呢部分當初嘅拿捏是一開始嘅時間，如太陽如地講唔能用嚟去行，還是講計劃也要你從個改變。我哋喺處理一種事情嘅時間，下巴都當然最主要要考慮到講一個我哋講讀者的看法啦，消費者看法，因為你做要賣錢啊，要流傳出去啊，你做暗號天涯暗號嘅漫畫，冇人看都冇答對啊，而冇辦法流通啊。而咩像做
文献做記錄啊，已經都是本人做研究用嘅。你一個漫畫做又唔係本人做研究啊，因為本來都是大眾藝術要通俗啦。故所提一個拿捏部分，當然是提嘅要有經驗啦。第二嘅話，多多就是你講嘅劇情的漫畫都會探討幾多感情的因素啦，還有幾多我哋講現實層面的部分。歷史漫畫個冇啦，有部分個冇啦。故所以男女主角啊，佢哋會淡化，最主要會強調在這個歷史事件上面。不會去強調男女的感情線上面，一個是同一個差別。不過哪講標題市場愛買錢啊，萬人愛看一個紀錄片嗰時一個哪裡都幾重要啊。當然喺台灣更加嚟看嚟講係咩幾成熟啦。有很多我哋公共電視播嘅茶金、斯卡羅一樣嘅片嘅，都有推俾我們台灣當時歷史嘅故事，爭議都安泰嘅。各方看法都冇咁樣啊！大家人都唔係講錯多點點落看呢個故事啊！因啲研究地位工作錯啊唔錯，時間錯啊唔錯，人物錯啊唔錯，內容按度錯嘅唔錯咯。即個全部都唔係拍戲嘅人唔錯啊，看戲嘅人唔錯啊！嗰種係講台灣對看一種歷史嘅片嚟講，同韓國差唔多。你講韓國啊，而且拍歷史片嘅時間，你全部虛構。唔過因為你底下韓劇，你有新鮮，你會了解當時時代有種大長今用嘅。你做嚟透過大長今嘅故事，底下韓國頭擺宮廷嘅神法應用嘅，演嘅醫學，演嘅神法應用嘅。一個係感覺我哋台灣嘅民眾係佢從來都會學習啦。先生，你講嘅意思係咪講？其實我哋應該講我哋可以去尊重到，而有大部分係田頓歷史，但是我哋嘛尊重到創作有伊個創作伊個範圍。唔好講我乜個東西，如以前講有唔錯嘅東西，有咩嚟講用嘅東西，有啲東西係創作，有啲東西係創作伊個能力係咩嘅意思咯？冇錯，因為我哋不是分唔清楚現實同我哋嘅創作啊冇共用啦。嗰時候人家講提文創啊，我即個我哋本上叫做文創啊。在文創的部分，如果應用要行出一踏出這一步啊，大致講我哋創作的能力要加強，欣賞的能力也要加強啦。我講要大家要共同努力啊，因為環境要靠大家去塑造啦。係因為這個先生嚟講啊，我感覺講其實冇唔錯啦。我哋這個做文創的人哈，的這個創作能力一定要加強。但是可能是有時你會發現到講，有時有啲人係講唔清楚，有創作嘅人用嘅角度去創作一下東西，結果都用過用嗰個過嚴厲的方式去講但係唔錯，嚇，即係唔講你而家忠於歷史啊，某個東西。好，你像譬如講唔同講嘅斯卡羅，我就看到講幾種人哦，睇嘅海航啊，嚇，幾時原住民開始發現個海航有啲人啊，伊拿槍啊，衝嘅呀，唔錯噶，而且我。嘅描述那差唔多2秒，伊咧伊咧講出來，乜做清理啊？我咧想講嘅2秒，我基本連看都冇看到。伊咧話講嘅創嘅唔錯，佢講好兩個啲啊，都表示講他個人咧，對好嘅方法嚟講，我發覺講他個人還是該注意看到也普貼片嘅嚇，他個人有嗰啲關係。但是其實對另外一個角度嚟講，我其實最重要係伊都係創作嘅伊個範圍係乜嘅，伊創作一啲事情係乜嘅。咁從這個現象嚟講啊，其實對歷史漫畫嚟講啊，伊可能本他個人去要求嘅角度冇嗰度。台灣更加多我哋觀察嚟講啊，看到啊，因為大部分我哋喺網絡上看到人喺網絡上表達嘅意見啊，大部分都面到講，而一個故事拍嘅，因為幾多人看到，驚教壞小朋友，面到講見啲原住民都啱嘅，客家人都啱嘅，河洛人都啱嘅。將三部曲用嘅，人哋對漫畫方言將三部曲用嘅，其他人都睇緊人講好多人都按嚟先定義輕，嗰種按嚟行業一條拼來哦。嗰度教育在立場，沒有意見，全部都以教育嘅立場嚟看。唔過人填表係嚟講啊，也係某一個故事唔用底下，還有台人底下有一個時間咯。底下有三個人一個書。
唔用底下有三个字要真实咯，三个人伊同三个字差几多啊？一个正史，一个野史啊。唔过你们大家人有一多人看过三个字哦，全部人都看三个人一样，系咪咯？我能讲佛教讲嘅，你要方便法门啊，唔是所有人都可以念佛咯，好咩？你要有办法推量伊啊，无你开始同伊讲啊，哦，乜嘅愛涅槃，愛輪迴，乜嘅引用唐人生哦。我說一定要用方法，文創是最好的一個傳承文化的方法，一個方式。不過我哋更加人全部目光嘅焦距全部都停喺講啊，拍到錯啊唔錯，嚇，為搞壞些朋友嘛，全部用安尼嘅，你從一開始都用質疑的眼光來看嘅。我說我哋文創已經行唔出一路安尼啊，我免怕思考咯，查經啊，你免啊，伊今日嘛無人敢拍台灣的歷史片嘅啊。因為我講《三國志》同《三國演義》吼，你看後來看《三國演義》，雖然講也係野史，而且其實幾多同《三國志》完全冇共用，完全冇戰爭嘛寫出來。但是你看後來一多電玩，一多嘅故事，像日本人，你咪寫嘛寫三國，嗰個三國產自於他嘅地方。係啊，即係當初感覺伊係寫《三國志》嘅話。可能根本話冇人看，但是後來看寫《三國演義》以後，你看有按到人物按貼配的人物睇地步，後來你看也個文創產值是一度嘅。咁欣賞到先啊，後來你這個也以後你這個有乜個期望？後來當然我想喺貴州呢，我哋客家啦，因為我想要做客家嘅神鬼傳奇故事，因為我佢有新意啊。我一部分我哋客家做到幾少，也對。老百嘅文創嘅商品貴少啦，更加人對一啲奇幻玄幻嘅人佢有新意啊，嗰個咩鬼故事啊嗰啲話好想人佢新意啊，嗰時候我想下一步嚟做一個有關我哋客家嘅條傳奇嘅故事啊。我哋真係會，我哋好期待咧。我哋馬上我看到我哋欣賞，畫出我哋綠隊，我哋客家嘅一道神怪故事哦。嗰個其實我哋嗰個故事地步，其實我發現到講可以把故事留下來，同時當然冇照辦得太厲害，佢把故事留下來，俾我哋下一代可以啲一件事情其實最重要嘅。同時我哋嘛要尊重我哋咧創作者有一啲發揮嘅空間。今日我感謝我哋咧莊教授羅那先生分享安東人漫畫故事。好，多謝主持人啊，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哈。更加一本書哈，也已經出版嘅哈。近期國泰名錄同嘅書曲全部都有得賣，希望大家嚟支持我哋台灣嘅文創事業，多謝。有時下我哋聽我哋欣賞來，好好運動。各位鄉親，大家好！又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係鄭耀權，我身後嘅係負責做示範嘅案咧，就咪一教大家係泰羅別下半身嘅力量訓練，就咪你運動愛訓練咧係下半身嘅力量，我哋啲下半身嘅力量最重要，嗰所以就咪我哋都針對下半身來做訓練，更加都好好。來運動一下，記得開始我哋都做熱身動作，一開始數參腰，先做我哋嘅腳掌，來1、2、3、4、5、6、7、8、9、10、11、12、13、14、15、16，好，起頭，來先對腦背，做底背，底背再做腦背，來1、2、3、4、5、6、7、8、9、10，好了，腰部，好了，1、2、3、4、5、6、7、8、9、10。
好，仰头来1、2看，2、3、4、5、6、7、8。好，你降紧哦，来1、2、3、4、5、6、7、8。好，我哋一成做好诶。我哋这边来做体力动作，我将强基本上体力动作，好，我哋起脚臀间的肩头平发，我哋脚尖向前面，好，我哋做伸骨鼓落去，放起来，好，记得下转眼按压起来，握住看我哋的天花板，做，好，我哋咪可以数长腰哦，好，好，按人几个太阳，我哋鼓45度都好诶。鼓45度都好嘅，好，鼓45度都好，好，好，我哋整個槍，我哋嚟做20下，好，先做鼓90度，好，好嚟1，鼓一般都好哈，2、3、4、5、6、7。唔是夹哈，慢慢的来，8、9、10，好，休息一下，我哋做成鼓哦，全部鼓落去哦哈，鼓到大哦，来，11，12、13，記得目標要看天花板，14、15、16。17、18、19、20。好，我哋謝謝哈。也通作我訓練我哋咧抬腿哈，中間臀腦背嘅哈肌肉哈。記得廿幾個太陽，我哋鼓45度都好。無論我哋長蹲凳咧，無論長蹲碰凳、長蹲平凳都可以來做。好，安尼都個人長，我哋也做起來。好，第二個動作，好，我哋做 M 型跳，哈，先起蹲來，好，起蹲來，跳嘅時間，我哋腳都向隻英文式嘅 M 咁樣，哈 ，M 型，麥當勞嘅 M 咁樣，哈，啊，放起來，好，1，好，2，好，好，我哋唱，我哋嚟示範，好來1。2、3、4、5、6、7、8、9、10、11、12。廿幾個胎唔是按太快唔怕啦哈，13、14、15、16、17、18、19、20。好，我哋謝謝，好呢。接下下嘅動作，我哋做板蹲。好，舌頭壓起來，好，看一下，我哋做看一下動作，咱嚟做實驗，哈，板鼓、板蹲，腳壓起來，板鼓，腳壓起來，好，記得壓腳嘅時候唔好壓側下，壓左右腳壓對左邊來，好，右腳壓對左邊來，左腳壓對右邊來，好，安尼過後平衡，哈，開始，哈，板蹲壓起來，板蹲壓起來，板蹲壓起來。板鼓壓起來，好，安尼動作，好，很像我哋嚟做20下都好，好來，預備，去，1、2、3、4、5、6、7、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休息下。好，假如我哋板蹲、仰脚，提膝动作，好，我哋做后推，好，做弓步，好，向仰滚仰脚，好，并下来，弯脚弯左脚，后推，好，弓步，拿起来，好，让其他人都摸到我，摸慢去背，看人能力都好，拿起来，谢谢，起来，好，我而家。哦，像我呢来做一下示范，我先廿個40，佢再廿個太息，好20%，係，預備，7、1、2、3、4、5、6、7、8，好，做個太息，1。太息6，好，用太息咯。3，做慢些唔怕。4、5、6、7、8、9、10，好。假如我哋提膝嘅動作，好。天嘅動作，好，我哋嗰啲同人看到都係仰腳走，好，好，先做一次不能看，好，仰，好，仰腳走，人強嘅人可以仰個過膝，好，看人能力多耐，好，你仰多耐，冇需要去勉強自家，好，我哋有兩個動作，一啲係人體，好，人體走都好，好，人體走，好，一啲係我哋左右邊走，好。左邊，走過來右邊，再走回左邊，好，我哋左右移動來走，嗬，練習我哋嘅腳踭比較強一些，嗬，個唔可以我哋硬交，嗬，我哋像我哋來做，嗬，先做人體，我哋做30下，嗬，唔是做人腳，做個慢些，好，我哋慢慢地來做，好，預備，去，係慢慢地都好。22、23、24、25、26、27、28、29、30，好，休息下，好，腳痛一下，好，休息下，大家做左右邊嘅，好，左右邊嘅移動來走，好，好來準備，好來，預備，開始，好，用左邊右邊，再舉起，好，我哋一5個動作，好做嘅，好，發現，好，發現，我哋可以慢慢嚟做，好，慢慢嚟做，天天嚟做，可以慢慢嚟來，好，我哋再同大家講一下，好。多多聽不講，我哋咧 M 線條嗬，注意下，嗬，唔好貼慢，嗬，我哋咧天嘅動作嘅 M 線條，嗬，我哋再重複一擺同人講，嗬，唔好貼慢，嗬，下來上去，下來上去，嗬，我哋跳過腳嘅時，我哋效果如果好，嗬，下來，嗬，掂過睇呢時效果個好，嗬，掂過呢時效果個好，好，假如我哋 M 線條要亮，多多。親手他家人冇法度做，好，做一啲不慢，但是人家好也做一啲正常動作，同大家說明一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也係動作嘅要領，好，同下一擺可以訓練咧肌肉嘅，好效果。有咩動作唔能夠學會冇？記得每日都要聽從阿權先生來運動一下哦，你嘅身體、精神讓我更加好。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時間。